大灣區嘅核心區域，環境好，創新快。一直以嚟我都覺得佢係廣州一個發展好啦、潛力唔錯嘅一個片區。好期待今次嘅南沙研學，希望可以通過今次嘅研學識到唔同啲朋友，同時開拓自己嘅視野，多啲去交流，學到啲平時學唔到嘅嘢。我都覺得佢哋規模做得好完善啦，無論規模方面啊，或者係任何細節化嘅操作，都令我好新奇啦，都令我大開眼界嘅。我覺得組裝槍械嗰方面咧，令我印象好深刻，因為我哋係真係從未接觸過中國嘅自己製造嘅槍械，我第一次見到我哋國家製造嘅槍械去使用，我哋第一次去拆卸呢啲槍械咧，我發覺原來比我想象中仲要複雜好多喎，佢咧仲有分唔同嘅名，但係我哋身為中國人咧，我哋翻譯出唔知喎，我覺得大家要對呢啲知識咧要多多了解下嘅。